同大家睇埋如一現時開嘅其他會員。想了解個樓盤資訊，可以睇翻上一條片。入嚟啦，有個玄關位，呢個擺鞋櫃，收過嚟。哇，個廳好闊身，然後就有個屏風啦，一個3+1露台。哇，嗰邊度日落靚嘅，夜晚就萬家燈火，下面就車嚟車往。有呢度就地鐵站嘅入口啦，佢本身都有個入口。嗰邊就鯉魚門嘅出海口，成個海景正到喎。一個大廳，工作露台，通風南北對流。啊！呢個廚房溫豆火啦，台面真係夠啦，夠闊，雙星盤。然後就呢度工人房啦。呢個廚房3-5支機一齊落廚冇問題啦，所有嘢都齊啦，然後咧舒服嘅，儲物量又夠多，然後呢啲雪櫃啊，所有嘢都係名牌家電啦，金色嘅門把手，間房都係夠長身，但係呢嚿嘢如果做好啲咧，應該做上膊嘅，但係佢又騎咗少少，景係靚嘅。另外一間房靚嘅，都係有個屏風，擺位就有床、衣櫃，做少少書台，浴室靚嘅所有嘢，然後有個窗。呢邊就主人房，哇好大啊，同埋成面落地玻璃，靚嘅海景，紅磡都喺度。個位置好闊啦，衣櫃、床兩邊都得，仲係做排書台、網海正。然後呢度主人浴室，豪宅嘅4件套，石面叫做襟體咯，淨係可以咁講。收納量又夠，同埋呢啲 OK 嘅 texture。然後乾濕分離啦，一個淋浴區、浸浴區，有窗嘅，非常之正。呢個景觀係好無敵啊！呢間1000尺冇啦，划算幾人望到煙花。入嚟有個細少少嘅玄關，下次有窗嘅係 good 啊！又轉過嚟呢度一個長廳，行過去一個露台啦，望出去景觀。啲嘢夠闊啊！嗰邊朗源峰，呢度就如一啦。望過去，我可唔可以影得靚仔少少？呢邊就廚房長形嘅，做咗一個曲尺型嘅櫥櫃，台面夠啊，有雙星盤新竹水龍頭。呢度就望翻公園區，正喎其實。朗豪坊都喺前面。然後上面都有啲收納幔啦，然後仲有啲雪櫃嗰啲。呢度睡房，佢呢邊睡房因為佢係望翻內園，所以冇個隔音屏，好好多。有隔音同冇隔音嘅分別。主人房，然後有個窗啦，然後有個工作露台啦，然後呢邊就望翻個內園區啦。佢有個裝修版本，但唔俾影相。好，呢單位又係裝修咗。有興趣嘅話，大家可以約埋一齊去睇。